真係好羨慕女團腰啊！因為我好為食，所以忍唔到口。原來精緻澱粉或者糖分會影響血糖調節，所以要穩定血糖，首先要控糖。佢叫做 Seasons Milk KO Plus， 能夠餐前阻隔解脂，一剔過，啱晒澱粉愛好者，針對高脂高糖飲食，或者有助穩定餐後血糖，養成真正可持續嘅體態管理習慣。佢嘅原理係先阻隔後大餐。Seasons Milk KO Plus 獨有 4X 解脂礦糖配方，能阻隔燃脂代謝，然後暢便。佢仲拎咗專利澱粉雜、專利 Phase 2白腎豆提取物，多項國際臨床證實有效阻隔澱粉吸收高達 66%， 唔使做運動都可以燃燒體內多餘脂肪同埋抗氧。除咗可以提升長遠代謝同埋基礎代謝，最重要係可以預防腹胖、良效分解排毒、促進腸道蠕動、排便更暢順啦。獨立包裝方便攜帶。每餐餐前服用1至2粒，輕鬆養成健康易瘦體質。日本製造，天然成分，無西藥，無副作用，無依賴性，男同女都可服用㗎。為食嘅我忍唔到口，喺照常飲食下服用咗4星期，以為減咗3 cm 啊！你哋都快啲去試下最新嘅 Seasons Milk KO Plus 啦！而家萬寧門市同埋官網做緊限時優惠啊！